各位同學，大家好啊！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3個選修單元能量和能源的使用嘅第2題選擇題啊。咁啊，微波爐呢最終能源效益呢很高㗎喎，係咩原因呢？咁樣咁我哋知道呢，其實微波爐嘅用法呢，就係呢將嗰個食物裏邊呢嘅水分粒子呢。OK， 水分粒子咧就係將佢震動，係啦，就係咁簡單啫。OK，咁嗰啲水分粒子當佢震動得劇烈嘅時候咧，佢就會發熱啦。咁當佢發熱嘅時候咧，嗰件嘅食物咧就會加熱咗噶啦。OK，咁所以咧其實佢令到嗰啲水分粒子加熱嘅時候咧，咁其實令到嗰件食物熱咗。咁其實咧同一時間咧，你如果擺一啲金屬落去咧，佢亦都會咧將嗰啲金屬嘅粒子加熱嘅喎。OK，即係震動嘅喎。咁所以咧震動都會加熱嘅。咁咧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立亂擺一啲金屬嘅器皿入去啦，因為同一時間咧佢又會反射啦，佢又會震動水分粒子啦。咁其實咧會有機會形成一個爆炸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同學仔要留意啦。咁啊微波嘅究竟佢個能源效益點解會咁高啊？咁樣咁啊睇一睇咯喎。嗰度微波只把食物加熱嘅，啱啊。咁而咧沒有將食物嘅容器直接加熱嘅，啱嘅，係正確嘅。OK，因為嗰啲食物嘅容器咧，通常咧我哋擺得入去嘅，通常都係用膠做啦。OK，咁膠嘅成分咧，佢就唔會有咁多嘅自由電子啊，唔會有咁多嘅水分粒子啊。咁所以咧，佢其實係冇加熱到嗰個嘅食物容器嘅。OK。好啦，咁啊第二嗰度啦，微波沒有將周圍嘅空氣咧大幅加熱啊，冇錯啦，因為咧即係你知道啦，微波爐裏邊咧其實咧都係密封嘅，咁所以咧佢將周圍嘅空氣咧佢就冇直接咧將佢周圍即係微波爐以外啦嘅空氣咧大幅加熱啊，咁亦都係正確嘅。OK，好啦，第三嗰度產生微波嘅元件啊，其即係即係。即係個微波嘅發射器啦，咁啊，其電腦咧，其電腦喎，咁啊好奇怪喎，沒有將能量損耗為熱，咁呢個係錯嘅。OK，個原因係點解咧？咁樣，因為有親電腦咧，其實有親電流嘅物體咧，電流一定會產生熱效應嘅。OK，一有流動嘅電線咧，有電流流過嘅電線咧，佢就會產生有熱效應㗎啦。所以咧係。我哋避免唔到咧，係會產生熱嘅出現嘅。OK，咁我哋只可以咧將嗰個嘅電阻減低，令到佢嗰個嘅電阻減少嘅時候咧，佢咧就可以咧減少嗰個熱嘅出現嘅啫。OK，咁所以咧，但係我哋係避免唔到佢有能量損耗嘅。咁所以咧，三係錯的。好，答案咧就會係 A 啦。呢一年咧揀 A 嘅同學仔咧都相當高嘅，有65%。好，希望你都係其中揀啱嘅同學嘅一份子啦。好，同學仔加油啊！拜拜。